來看台南市南勢的梅嶺呢，去年4月初是出現真濟火金菇，也毋過今年拄到可旱的災情，這梅嶺呢，毋但是火金菇有去影響到，就連梅嶺嘛生了較歹。梅嶺樹頂面的果粒結甲滿，毋過梅農摕菱角仔出來比看賣，一粒梅嶺內底大約有7粒比5顆，菱角仔也佫較細。平永年來講實在差真濟，主要因為受到今年欠水影響，今年正月初雨水少，影響到梅嶺成長。伊即馬持續的乾旱了，伊走果率懸，等到梅嶺攏偏細粒袂大，袂大佫漸嚴重落果。氣象局暗算愛等清明連假，看敢有落盡雨。毋過這對梅嶺成長已經袂負啊，毋鬧當作無影響，就連真受歡迎的梅嶺火金菇櫃嘛遷到。去年4月初地當看到火金菇規定杯內，今年到他也未看到。管理局嘛只好配合氣候來調整。今年預計4月中旬螢火蟲才會陸續出現，除非期間有在下雨才會提前。為避免遊客掃興，並且提早規劃行程，管理局自去年開始就以熒光花全季為全新的品牌。事實上，今年春天較熱，雨水嘛少，這嘛創下75冬來雨水量上少的記錄。這陣毛病代辦說明會甲儕農民說明，選定南勢教行里正做系統性灌溉設施的示範點，總共會建12座的大型蓄水池，目前已經完成3座。如果是我們整個大台南地區原來就有我們的灌溉系統，那在我們跟經濟部水利署合作的情況之下。只要有我們灌溉系統呢，我今年上半年灌溉絕對都沒有問題。長期的部分呢，希望透過灌溉這個擴大灌區的方式來解決日後水患的問題，然後旱災現象的產生。氣象署推估，刷大概清明連假也有2波鋒面的經過，對南部的水情應該有幫助。刷大概5月中梅雨季敢會當正常的落雨，這才通真正解決欠水問題，就愛去觀察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